徛台湾看世界来看美国的总统大选，这个后续总算是有进展。美国的总务署23号正式来通知准总统当选人拜登，讲川普政府准备进行交接。另外，川普嘛来公布伊的执政团队的名单。美国总统大选投票结束，纷纷扰扰要到3礼拜，即马总算有新的进展。 A letter from the 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or Emily Murphy to President-elect Joe Biden says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finally ready to begin the formal transition process. 同一天，拜登原来公布伊的执政团队名单，曾经捌伫奥巴马时期担任副国务卿的布林肯，确定要来出任国务卿。伫2015年蔡英文竞选总统的时间，捌去美国访问白宫，都是由布林肯来负责接待。 来自美国的代表萧美琴敲电话在恭贺拜登当选的时阵，接电话原来是布林肯。另外，拜登原来提名中情局前副局长海恩斯，甲国土安全部前副部长梅恩卡斯出任国家安全总监，甲国土安全部的部长。若是这档顺利得到国会同意，美国将会产生头一名女性的情报总监，甲头一名拉丁美洲裔的国土安全部长。另外，嘛传出联准会前主席耶伦可能会出任财政部长。 过去，伊曾经是联准会成立100多年来的头一名女性主席。这届若是得到国会通过，原来会真做是美国头一位女性的财政部长。另外，现任的美国总统川普虽然同意交接，但是伊原来无承认伊败选，除了伫网络顶端发文，讲伊是建议总务署署长莫菲展开政权交接程序，嘛表示家己绝对会坚持奋战到底。